人類關注組。香港小姐競選係以前嘅年度盛事，當中嘅歷史可以追溯到40年代，而去到1973年開始先由無線電視接手舉辦。講到香港小姐競選，唔知有冇掀起大家啲咩回憶呢？我最記得嘅就係全家人一齊抱住喺電視前面睇住每個佳麗，再估下邊個最後會贏。屋企邊個估贏咗，嗰晚就唔使洗碗啦。當時真係會覺得好刺激㗎。而今集人類故事嘅主角就係一位好特別嘅香港小姐冠軍，佢叫做林良慧，佢係最真性情嘅港姐。雖然佢嘅演藝生涯好短，但係到今時今日都仲有好多人記得佢。喺講佢嘅故事之前，各位聽眾記得先 like 呢條片，訂閱我個頻道，同埋撳埋個啷啷，支持人類關注組做更多嘅故事。林良慧於1958年喺香港出世，爸爸叫做林廣文，佢喺香港讀完小學之後，去到13歲嘅時候就舉家移民英國啦。去到英國，佢喺倫敦郊區一間中學嗰度讀書。由於都算係細個過去，而去到英國，佢一直喺學校都係講英文為主，所以喺當選之後嘅訪問入面，佢都提過佢唔係太識睇中文。1976年，佢趁住學校假期同屋企人返香港，咁啱當屆無線電視嘅香港小姐競選開始報名，林良慧嘅爸爸就成為咗個女嘅提名人，幫佢報名參賽。而林良慧成功經過面試，一路打入咗決賽。佢外貌甜美，皮膚略為偏深色，有媒體就叫佢做黑妹。佢身高5尺2寸，唔係好高，體重97磅，嬌小玲瓏。佢笑得好開朗爽直，講起英文上嚟仲非常之流暢。佢當時提及過自己對星相學同埋舞蹈都好有興趣。佢嘅獨特歌聲同埋表現令到佢脫穎而出，成為咗當屆嘅香港小姐冠軍。而喺司儀劉家傑宣布佢當選嘅一刻，佢極度興奮，真情流露咁手舞足蹈，擘大個口大笑，抱住個頭揈揈下咁樣走出嚟拎獎。登上寶座之後仲發出緋聞。佢嘅表現同傳統上認為女士要斯文淡定內斂好唔同，即使係直到而家咁多年嘅香港小姐歷史上，佢豪邁又可愛嘅表現都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。佢嘅表現有惹嚟一啲人嘅批評，認為佢唔夠淑女，但係有觀眾媒體就覺得佢非常之可愛。佢嘅風格可能正正同佢喺英國讀書有關，比較鬼妹仔，亦都樂於表達佢嘅真性情。而身為提名人嘅爸爸知道佢勝出之後，就話都知個女有信心入最後15名嘅準決賽嘅，不過就估唔到佢真係贏咗。本來林良慧諗住參賽都係玩下，到9月放完假就返英國繼續學業，但係由於當選之後佢要履行香港小姐參與公益活動、推廣香港同埋演藝嘅工作，所以佢就留咗喺香港啦。之後佢代表香港參加咗喺香港利舞台劇院舉辦嘅環球小姐競選，再次進入咗決賽，不過最後就冇獲得獎項。另外佢亦都加入無線電視成為合約藝員。佢第一套參演嘅電視劇係1976年由賈思樂主演嘅《少年15、20時》。而根據網上資料指，無線喺同一年11月播出嘅電視劇《甜姐兒》更加係為林良慧度身訂造，以佢為主角。佢係一個擁有預知未來能力嘅少女，日常生活中有好多奇遇，不過就中文比較差。戲中佢有一個中文補習老師，係由劉松仁飾演。另外亦都有一套時裝單元劇叫做《無花果》，劇情係講年青人嘅理想同埋對生活愛情嘅憧憬。林良慧參演咗其中一集，飾演一個純情嘅女明星。除咗拍劇，佢仲有拍中攬香梘同埋洗頭水嘅廣告，我哋可以一齊嚟重溫下佢個香梘廣告啊！香港小姐林良慧知道，一塊樹葉經過風吹日曬，乾咗就會爆裂。如果加啲橄欖油喺上邊，揸實依然柔潤鮮嫩。中攬香梘含有呢種滋潤嘅橄欖油，防止皮膚乾燥，令皮膚滋潤柔軟。只有中攬嘅橄欖油
令我嘅皮膚滋潤柔軟。1977年，佢卸任港姐嘅職務，佢認為自己都係太年輕啦，決心離開娛樂圈，繼續進修。佢返英國繼續學業，初頭佢係打算讀3年嘅護士課程，之後再讀2年嘅內科手術專業。不過後來報讀護士課程嘅時候，學校收生不足，佢就轉去攻讀電腦科啦。畢業之後，佢一直喺英國從事電腦科技嘅行業，喺大公司嗰度任職。本來以為已經無緣再睇到佢嘅演出，不過去到1984年初，有香港嘅電影公司就向佢招手拍攝電影《多情種》。佢睇過劇本之後，覺得劇本都好好，就向打工嘅公司請咗1年嘅假，返香港進行拍攝。喺《多情種》入面，佢飾演一個女秘書，同呂良偉飾演嘅老闆相戀，但係呢個男朋友忙於工作忽略咗佢。同一時間，佢又同男朋友一位失婚嘅朋友產生咗情愫，呢個朋友係由曾志偉飾演。而拍完《多情種》之後，佢又接多咗套電影《時來運轉》，呢套電影係由元彪、曾志偉主演，戲入面林良慧以短髮嘅造型亮相，係一個國外留學翻嚟嘅女仔，佢同元彪有感情線。另外佢亦都為香港電台拍咗一集《獅子山下》，呢一集叫做《東家唔打》，劇情講述佢老公因為被公司炒魷，自信心受到打擊，一直都冇返工。林良慧飾演嘅太太只好出去打工，老公就做家庭主夫，男主外女主內，藉此探討當時嘅社會傳統觀念。我哋可以一齊嚟睇下林良慧其中一幕嘅演出。而家邊個嗌你8個人工喎？你面對現實好唔好？現實？你識得咁咩現實啊？係，我乜嘢都唔識。你每日出去做乜啊？我都唔好理。做咩？返工咯。返工？你返乜嘢工啊？你去邊度返工喎？你仲講大話？林良慧返香港拍攝期間，媒體都有訪問佢。佢提及喺英國嘅生活，原來當時佢已經有一個拍咗3年拖嘅德國籍男朋友，男朋友係從事汽車經紀嘅工作，而且有向佢提出過結婚。不過林良慧就話唔會咁快結婚，因為仲有好多嘅理想未實現。佢有好多嘢想學烹飪啦，學跳舞啦，仲想開餐廳，環遊世界等等。佢話由於長年喺歐洲生活，歐洲附近嘅國家好多佢都有去過，不過佢就想去下埃及、南美、菲律賓同埋關島等等。佢亦都提過唔會想以藝人為終身職業，因為只係想為興趣而拍，唔想有咁多嘅限制。果然拍完2套電影，佢就返咗英國啦。之後亦都再冇佢嘅消息。不過即使過咗咁多年，佢依然係最狂嘅港姐，係狂喜嗰個狂。佢係第一位喺香港小姐競選上面表現出興奮到模糊嘅港姐，絕對係非常之經典。喂，我真係恭喜你啊！嗰位爆起粗上嚟，咪仲真性情。總之今日人類故事就嚟到呢度，唔知你有咩感想？歡迎留言分享，另外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撳埋個啷啷，分享俾所有中意聽人類故事嘅朋友，亦都可以考慮以 Super Fans 支持人類關注組做更多嘅故事。我哋下集再見。